目前正是台南山影盛產的季節，有着台南市農產運銷公司精選品質優良的台南愛文山影，有着市長黃偉哲親自上電視購物農場來直播，向着全國的消費者分享產地上新鮮、上優質的愛文山影。第一個是產銷與生產，第二個品質很好，是。第三個農藥藥檢合格，對。第四個在東升農場，對。第五個特別品。是，市長真的把它全部歸納好，果然是哈佛畢業的。好，所以說這樣子你還不買，真的是太可惜。市長在這裡。而且我跟你講哦，台風快到了。對。台風快，趕快訂，趕快這個宅配到你家，到時候台風過了，第一個可能下雨，甜度下降，對。第二個可能落果就沒了。哦，對。那怎麼辦？哦，所以那時候就來不及了。為了讓消費者更加親自體驗台南山影的多元魅力，直播的現場特別準備了新鮮的愛文山影，有芒果布丁、優格、還有情人果乾等特色的產品，透過多樣化的品嘗方式，展現台南山影豐富的風味，還有創意的吃法。現場提供3000公斤的台南愛文山影。無到幾分鐘就全部銷售一空，顯示消費者對台南優質農產品的肯定，佮支持。台南新聞綜合報道。